每一天，牧师甲你做伙祈祷。今仔日是1月初4，以弗所书4章30节安尼讲：毋通互上帝的圣神忧伤，因为圣神是恁属上帝的印记，保证恁伫拯救的日得到头棒。三角来祈祷，爱愿毋通互圣神忧伤的天父，愿感谢你，至悬圣洁、无荧光的主啊！愿带着敬畏甲尊重的心来到你的面前，要来高举甲学罗你的名，因为你是信实的上帝，你是慈爱的天父，你是对古早、现在直到永远永无改变的真活上帝。你的圣洁无人通比，你的信实直到万世代。主啊，愿心灵有时，阮的言语、态度、心思甲行为，拢伫不知觉的时，互圣神来忧伤。伫生活中忽略你对阮生命的同在甲引带。主啊，求你光照阮的内心，互阮无互你的圣神来忧伤，因为圣神是阮伫你的印记，要保证阮伫拯救的日得到头棒。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耶稣听你，赐你平安。